好啦，歡迎嚟到呢個八子學咩史系列啦。咁今次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中四 topic 直線方程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嘅。咁咩叫直線方程咧？首先望畫面咧，我畫咗個直線俾你啦，並且我俾埋俾你聽話個方程咧叫做 y 等於 x 加1嘅。咁但係你可能就會諗啦，咁啲英文字母啊、符號啊或者數字其實有咩意義咧？呢個方程嘅用途十分簡單，就係用嚟形容呢個直線上邊所有嘅點嘅 x、y 坐標。舉個例，今日個方程叫做 y 等於 x 加的話，即係講緊喺呢個直線上面所有嘅點，不論係呢點、呢點定還是呢點都好啦，佢哋個 y 坐標都會等於佢個 x 坐標再加1咁嘅意思。咁所以大家既然知道個用途係用嚟形容啲 x、y 坐標的話咧，咁你要習慣一件事情，就係話喺呢個直線方程裏邊有呢啲英文字母 x、y 存在咧，係好合理嘅事情嚟嘅。有啲同學咧好習慣性就係話見到啲英文字母咧，就好鬼想走去解咗佢，好想 solve 咗佢等於一個數值係幾多咁樣。但係呢度咧係唔需要嘅，記住呢件事情。好，咁繼續去到後邊咧，同樣地，你會見到畫面上有個直線，個方程都係叫 y 等於 x 加1啦，而且佢通過 pass through 一粒點咧係叫做1逗號2嘅。咁因為佢係 pass through，因為佢係通過嘅，咁所以我哋可以觀察到咧，佢個 y 坐標即係2啦，又真係等於佢個 x 坐標即係1啦，再加1嘅，係的確遵從住呢個關係嘅。咁所以大家知道呢個用途的話咧，就可以做到第一種題目，就係話如果今日個題目同樣地俾咗直線，俾咗方程。亦都話俾你聽，佢通過某粒點個 x 坐標係-2，但係 y 坐標唔知嘅喎，想你揾個 y 坐標，咁你就可以回想翻啦。因為呢個直線 y 等於 x 加咧係通過-2逗號問號啦，咁即係話佢會遵從住呢個關係，就係話個 y 坐標即係問號，佢會等於佢個 x 坐標即係-2，然後再加1嘅。由此你就可以解得到問號咧係等於-1嘅。咁喺呢度咧，都講多少少就係話，大家長遠嚟講咧，只要你見到題目係話講呢個通過 pass through，其實大家會好機械式地咧，就直接將嗰粒點嘅坐標代落個方程，而唔再需要慢慢地去諗話佢哋有個咩嘅 x、y 坐標關係，就唔需要咁慢去諗噶啦，好機械式地通過就代入，亦即係好似上面畫面為例啦。今日呢個方程通過-2逗號問號，即係我可以代個 y 係問號，代個 x 係-2。然後出嚟嘅畫面咧，正正就係我寫嘅呢行嘢嚟嘅。好，咁去到正題就係話，我哋呢一課裏邊點樣去揾一個直線方程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咧咁樣樣。咁你教科書咧會好多唔同嘅名稱嘅。雖然我係記得晒啲名稱啦，但係我自己都唔會話刻意去記佢哋咩兩點式啊、two-point form、點程式、positive form，我都唔會記嘅。我好簡單嘅啫，我只要見到題目係揾直線方程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，我就問自己兩個問題：第一，我有冇呢個直線上面其中一粒點嘅坐標咧？第二，我有冇呢個直線上面嘅斜率 slope 咧？咁都順帶一提啦，斜率 slope 嗰個公式咧，下邊我 show 一 show 俾大家睇，就係話呢個 y 2減 y 1 over x 2減 x 1呢啲公式嘅，大家要做熟啦。咁但係留意一個常犯錯誤，就係好多人都會犯嘅，就係佢會背錯咗咧，變咗做 x 2減x 1 over y 2減 y 1，就千祈唔好將佢個上下調轉咗啦。呢個係一個常犯錯誤嚟嘅，不要犯啦。好，咁我哋去到正題就係話啦，咁我哋而家望望呢個題目啦，就真係叫我揾一個直線方程，就係話咧佢通過-2逗號5。並且 slope 斜率係-2 over 3嘅，咁好啦，都係啦，我好機械式嘅，見到題目係揾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， 揾直線方程，我問自己啦，第一，有冇一粒點嘅坐標咧？有嘅，-2逗號5咯。第二，我有冇呢個直線嘅斜率 slope 啊？都有嘅，題目寫明添嘅，-2 over 3。咁好啦，大家喺未做熟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跟隨我呢個動作，就係一旦你集齊呢兩個資料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喺個圖畫裏邊，即係個直線上面任意篤一粒點，真係任意篤得㗎啦。咁不過因為我係任意篤嘅，所以佢個坐標係咩咧？我唔知嘅，我就要叫佢做 x 逗號 y 咯。咁但係喺呢個 moment 嘅時候咧，你係應該識得點樣用斜率公式去表達呢兩點之間連起嘅斜率 slope 㗎，咪用翻 y 2減 y 1 over x 減 x 1咯。所以當我寫翻個公式出嚟嘅時候咧，佢個斜率表達就會係 y 減5 over x 減-2，即係 x 加2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啦，而家你望望將呢兩點連起做呢個直線嘅時候，咪即係題目一開始嗰條直線嚟㗎咯。咁所以個斜率應該會等於題目俾你嘅-2 over 3。咁所以我啱啱用斜率公式表達嘅呢抽嘢咧，佢應該就會等於-2 over 3啦，而呢條正正就係我哋揾緊嘅所謂直線方程。但係當然啦，你要將佢化簡嘅。咁化簡完嘅直線方程無非兩種樣貌，第一就係左手邊 ax 加 by 加 c 等於0，第二就係右手邊 y 等於 mx 加 c。咁但係咧，通常嚟講啦，你化簡做左邊呢個樣貌咧，係會比較簡單快捷嘅，因為佢多數咧係冇啲分數混雜喺裏邊嘅。咁如果要變做呢個樣的話咧，喺呢度就會做一個所謂俗稱叫做交叉
咁樣乘嘅動作啦。咁將個3乘上去 x 加2乘上去嘅時候咧，你會變成為3，記住唔好漏呢個括弧啦，就3括弧 y 減5等於-2，跟住括弧 x 加2，and then 將佢爆開埋就3y 減15等於-2x 減4。咁我將將右手邊要變做0噶嘛，所以將呢兩嚿嘢調晒過去嘅時候咧，咁你就會變成為2x 加3y，最後再減11等於0。咁呢個就係所謂嘅直線方程啦。咁最後俾條練習俾大家做一做佢啦。咁我應該會將個答案咧打喺 caption 裏邊，咁有興趣可以對一對佢咯，就係咁樣樣。